尼，目前呢在印尼呢是排名第8。这是一场最轻量级的比赛较量，是8个回合。现在双方第1回合比赛开始了。那么这场比赛呢跟上一场呢有点接近。那么叶利恰提呢，尼赫买提拉呢也是第1季权力联盟的冠军，也是 WBO 的大中华区的金腰带持有者。那么同样来自印尼的里奇呢，也是一位打了接近60场比赛的一个职业拳坛的老将。对，一个是国产的新疆的拳击新秀，一个是印尼的职业拳坛老将。对，里奇呢是30岁，而叶利恰提呢今年是23岁，这是对方呢这个年龄长一些，但是呢经验更加的丰富。之前呢，叶利恰提呢也是在昆明啊，这个练习了一段时间的拳击。那么叶利恰提呢，他的中文名字呢，汉语的名字叫叶胜，对，很好听的一个名字。那么他的打法呢很有特点，出拳呢是相当有力啊，是，而且速度很快。好的，哎，叶利恰提脚步也非常的灵活。是的。刚才的刘忠呢是属于控制型的打法，打法比较全面。那么叶胜呢，他打法呢更加的灵动。是，对，他的特点也是步伐灵活，速度极快啊。对。两个人呢在身高臂展方面呢也是相对呢都比较接近。因为也是8回合的比赛，所以一上来呢，第1回合两人打的还算是比较谨慎。那么印尼选手还没有找到进攻的一个突破口。是，加油！基本上呢，这一回合呢，叶利恰提呢打的稍微主动一些啊。好的。漂亮，一连串的进攻，不断的变换进攻的角度啊。对，打完之后呢，闪到对手的侧面。对手想反扑的话，根本发现人已经没了。尽管年轻啊，但是头脑啊非常清楚啊。对，他的这个打法就是灵活。好的，好的一个拳击的表演秀。来，宝贝儿。看得出来呢，这个年轻的叶利恰提呢，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啊。这脚下的这脚步。非常的灵活，而且很娴熟。但是呢，应该说在第1回合呢，印尼的选手里奇呢也是防守还算是比较的成功啊。这个区域防守非常严谨。对，也没有太多的破绽。对，基本头部的话呢，基本没有失去一个有效分，基本上都是对叶利恰提呢更多的击打腹部的一个重拳。好，现在双方第2回合比赛马上开始。来看第2回合，印尼选手的话，会有一些战术上的变化。目前呢，印尼的里奇呢还是主要做好防守，进攻上没有找到突破口啊。对，找不到合适的距离。对，所以启动的话呢，那么叶胜呢就移动走开了。叶胜，加油！叶胜，加油！叶胜。
看到这个叶利恰提的教练也在带动着现场观众啊，呼喊着他的名字啊，叶胜。这样的一个助理，对。由于印尼选手呢没有展开太有效的进攻呢，叶胜打得也比较放松。是，主要就展现自己的进攻实力啊。打也没成吧也。30秒。好的，连续的击负。叶胜还是应该寻求机会呢，这个在头部的进攻呢寻求突破。对，这还是上面打不进去。对，哎，有了，但是这个穿透力不够。相对有点枯燥，是相对于前两场，对，也是考虑到这个回合数可能比较多，双方呢比较谨慎。另外，双方在防守方面做的都算比较到位，是，没有留下太多的一个破绽。尤其是印尼选手的话呢，更专注于防守，进攻呢还是太保守。是，所以呢，这个比赛呢，对于双方来讲呢，就可能会很焦灼，当然呢，也很考验双方的耐心。是的。好，第3回合开始了。看叶胜会不会扩大他一个头部进攻的一个效果，包括印尼选手的话，会不会进行一个反扑？哦，叶胜在台上的整个他的移动，所有的感觉呢，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灵活，是，非常的机警。这也使得他始终呢是处于这个占主动的一方啊。对，就不断通过身体这个位置的调整来寻找进攻的这种空当。是，而且让对手的进攻呢抓不到目标。哇哦，摆拳幅度太大了。好的，连续这组组合拳。
但是对方对头部的保护还是相当重视啊。是，而且刚才打了一个前入摆拳的迎击，打中叶胜，效果不好。啊，又一个摆拳，对方还是能打出这种冷拳的。连续的击打腹部啊。叶胜呢是希望连续击打腹部呢，让对方在这个头部的防守上啊放松下来。是，但是对手是不为所动啊，手抱得非常严谨。对，而且看得出来对方这种腹部的抗击打能力还是比较强，就没有把他整个身体人的这个重心呢打散，身体呢打晃。哦，不错。这击腹呢不是最主要的目的，还是为了在上面的寻找空间。哎，叶胜这一段做的是非常对的。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对方的这种曲臂防守啊，你要坚决的把后手直拳打进去，连续的打进去，这样才有机会。不是说打不进去，而是你是不是真的坚决的打，只要打了才有机会。好，这样的话，这回合也结束了。目前的这比赛呢，还看不出来对手以及呢对于叶胜的一个太大的威胁。但是关键呢，就是看叶胜自己啊，能不能在进攻上做得更好一些。对，寻求更大的突破。现在看到的是双方第4回合的比赛。漂亮。但是始终啊，我们看到利奇的防守还是做得非常到位，这点确实值得称赞啊。好，不错，利奇呢还是打出了几次进攻的。哎，不错，漂亮，很好，很好，对，就是要坚决的把内线的重拳打出来。好的，连续的组合拳，中间寻求突破。叶胜本身的性格就是非常戏谑的，对，看来可能要放弃了，可能要放弃了。好的，这样的话呢，打到4回合还剩1分钟的时候，比赛结束了。开始我们的来自印尼的里奇，还想继续比赛的是我们的裁判，我们的主裁宣布比赛结束。